到底川普当选总统，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会安怎变化？咱的国安局长蔡英文是表示讲，美国应该也是会延续亚中友台路线。因若针对着川普讲台积电抢美国订单的言论，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认为台美的经贸关系真深，而且全球的市场需求拢真大，所以无论什么人是拢无法度来限制台积电的发展。美国总统大选真受关注，国安局长蔡英文伫立法院备询时表示，台湾未来会继续甲美国维持战略沟通，重点放伫重新对焦伫后一个阶段台美合作的议题，包括国防、经贸、供应链的合作部分，提出更较侪具体合作计划，深化台美关系。对于国际的情势跟台美关系都是一个全新的局面。那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呢，我们认为美国会延续现在至中友台的一个政策的路线。蔡英文也表示，所落来重点是美国政府交接规定，国安局会加强甲国际友邦合作，交换相关证据。针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顶礼拜讲，爱台湾增加国防费用到 GDP 的10%，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也做出回应。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是永远不变的，在地缘战略上来讲有我们的重要性。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。至于说国际的情况和现况大选情况呢，我们持续关注。军购的部分摇新进度，国防部证实，咱国向美国买的29套海马斯导攻飞弹系统，头一批11套已经运到台湾。另外，拖二比飞弹甲 M1 战车也拢有计伫年底运来台湾。那川普先前捌表示，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理，呛声要对台湾收保护费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，台美经贸真深，无论什么人入驻北京，对台湾台积电影响无大。那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的制程，几乎它是1人50，所以你再怎么限制，都没有办法限制它的发展，因为市场有强烈的需求。川普是生意人，他不至于去收保护费，造成他美国产品受到更高的成本涨价出来，影响到民意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选举语言。因为呢，他要实质实施会比较困难。老警将讲，那川普向台湾收保护费、受伤害，也是碰过回答超美英特尔一寡国际大厂，所以川普这话应该是选举期间，颠倒是川普会对中国扣6成关税，佮逐年减少对中国进口，这对台商是好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